带去读唐诗。并女，作者陈陶玉。蓬门未识已罗香，倚托良媒一时香。谁爱风流高格调，强人世事欠所中。敢将十指跨金卡，不把双眉倒画中。可恨连连压金山，为他人作假衣裳。感慨陈陶玉是晚唐长安人士思乡的世家。年少的时阵呢，伊诗名就晚报了，也毋过一摆，搁再一摆来复记，真该名落孙山。最后不得已，就投靠当时得势宦官丁令师，为之无聊。这首呢，就是伫这种假人厉害的氛围所写。伊的诗作未少，也毋过干那这首呢，深受好评，广传盛行，也成为当时这个佳作之一。规篇呢，以一个太字贵中真善切的查某囡仔独自的口碑，来倾诉对满腹忧中的心情，字里行间语意相关，稳稳流露怀才不遇、佳人厉害的感伤。头一年的第一句“蓬门未识已罗香”，就突出一位纯洁朴实的查某囡仔。因为家庭散车，虽然已经大家之联络，却是无本来唔能无前来恭亲。因为古早时代婚姻大事呢，拢由父母来做主媒妁之言。每每想起了这个代志，就使伊更加会伤心。暗恋呢，笔锋一个转，因为迄个时阵时代的风潮呢，大家闺秀拢经常伫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。有啥物人会当来欣赏无共款典雅高尚的情趣呢？我便两只手，十支枕头啊，另外当来做出卡天光的尖子，加伫足侪人的面头前来自夸，绝对呢无要来迎合流俗，目来门为甲长去甲人情眼斗艳，匠心大事茫然无望。却是需要日以继夜、穿针刺绣，为他人来赶造出嫁衣裳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渐渐让刺痛伤痕累累的心灵。规篇呢，拢无其他的景物来接助，已经是知识真实的衬托，也无相貌异物。嗰个身体机智的描摹，只敢用独自的口碑，还是内心深处的苦痛。但是广泛的深刻内涵，浓厚的生活哲理，促使规首诗呢，蕴着更侪晚唐现实社会意味，尤其是语义相关，温温郁郁。也敢若亲像代替作者家己透露不平之鸣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有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